位空中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狗兄539频道。黑狗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初7拜五精彩539三册高朋版。伫咧介绍版路进前，咱先来恭喜祝你。黑狗兄甲大家介绍一版三册高朋版111315，咱顺利开出3中1着即粒15。恭喜各位有对着的朋友顺利中奖。即马咱就开始看3月初7拜五精彩539三册高朋版。咱今日即版呢，为2月14开始。2月14，29开第3粒，29开第3粒，下5期1、2、3、4、5。2月20该画起来。咱先看即期，29开咧第3粒，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的第3粒，甲顶6期的第2粒，搁来下4期1、2、3、4，第1粒，即3粒豆仔，03、24、27。会伫咧29下5期开，咱先看03，第1粒顺开，再来24，第4粒顺开，再来27，第5粒顺开，再来咱即摆来看第2期，第2期伫咧2月17，29共款开第3粒，下5期1、2、3、4、5。2月22该画起来，共款29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第3粒19，甲顶6期的第2粒22，甲下4期的第1粒11，即3粒豆仔11、19、22，共款的伫咧29下5期开。咱先来看伊第3粒顺开，再来。19第4粒，22第5粒，同款是三册高朋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3月初1，这嘛是同款，29开咧第3粒，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3月初7拜五该画起来，同款。29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第3粒100，甲顶6期的第2粒07，甲下4期第1粒08，即3粒豆仔，共款的伫咧29下5期开。下5期就是咱3月初7拜五，黑狗兄甲大家介绍的即版。精彩539三册高朋版，即3粒豆仔07、08、100，互大家做3月初7拜五精彩539三册高朋版参考。即3粒豆仔，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黑狗兄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黑狗兄的影片。大家再会。